今生创业的时节，我们会拿香来拜，香如像天人同生命之间，汤为出口的，香的人也像同我们嘅寄托同愿望带到天堂去。屏东日头嘅夜幕，一年有280日会出日头，对做香系几好嘅条件，制香业也是有几好嘅光景。不过，中国大陆品质个唔好嘅香进口，因为了起价，又搭政府鼓励大家个少烧香，也将业被更加如果啱门咧。实践制香业者成立被屏东好香联盟，坚持用天然原料、唔老化学合成嘅香精，用传统嘅做香方式，做出屏东好香而捍卫 MIT 嘅品质。我们能够做一支香，给神跟人能够共通去做一个媒介，是一种福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做好。打造做香师傅开始磨合沏茶。就看到伊囤悠悠悠然作为香精的温水，放到树皮作为牙粉涂好，见真见稳。再个放落香粉涂好，会比原10度香粉。再个囤下贵属的香，合做酱的山内馅，按做点香法，这是做香个程度最实力的一步。你落开啊，越黏的。就按你重复煎、蘸、摊开必须分的动作，至少要做4摆，佢何讲为辛苦，韩国数完的力要做到都好来，香粉能使得到圆圆。怕它黏住啊，你要像它这样展开了，展香花啊，这个属于说展香花。有的有做这样的，也有做这样的。比到上人工同香粉速度原价香港已经用机来推耶。粉，假如粉用好的时候，以前没有机器就是这样，很累哦，这样用给它平啊。师傅做好的香，还要拿出去晒，比晒到走，能做得同香精的样风色，再比晒走，能先做好。神明就16了，拜祖先还是什么，用紫杉的，这样，稍微分一点这样，有的是没有分呢。自香业传到王振发的手上已经是第5胎耶。本但王人喺台中清水做香，王振发的阿爸看到屏东日照时间长，能使下去南埔，睇呢埔嘅喺下来，发展喺南台湾的自香产业。多眼也都有8多年的历史嘅，因为我对屏东原因是阿爸对屏东一了，看到日条。来了几多日，日条按力按好，人摕总部发放都又太，又明白个怎样讲啊？太热的时节，如7月越多的时节，还是过年越多，个太热的时节，都毛死雨，都天气个无好，个唔好，都今香拢晒唔着啊！你看到讲哦，屏东一个晒。尤其俺们行业怪心神啊，俺们行业，我北港怪到北港那个怪心神，所以晒到也做安尼。
光复主工业就安尼发展到佢睇，王振发的阿哥替你配开金强点，加体力推开世界。做香都很辛苦，很累，因为做香下去后，你一下去做就是一整天啊，一整天下去后，整个身上都是香灰的部分啊。这样下去做后，因为做香你做香下去，你就是手腕的力量那些要掌控嘛。做香下去，你又要晒香，然后拿香出来。一般我们这样一做下去，就是做100-200斤出去啊，一天下来这样做啊，所以感觉有点像在做苦力。因为屏东有做香的好条件，日头少，做香师傅人数係全國最多，但像係對方幕後數日出去嘅就有200人嘅。不過也下實際做香嘅並唔多，韓國也按多年，國外嘅大陸香業來競爭，韓國做香實在太辛苦，後生嘅單單就唔上好。師傅，你做香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學的？高中畢業吧，國中畢業做到現在哦。那這樣做幾年了20幾年， ？20幾年。做香會不會很辛苦？忝熱。啊，現在是不是不太有年輕人要學這個？啊，規身軀烏沙沙，無人要做。體力入嚟又個俗，燃料俗，員工俗，差唔多70%-65%，對俺們呢，我們的產業真的影響非常的大。更加可以講冇人會好嘅，我都憂心怕有一擺會斷層啊，斷層更加囂張，因為也辛苦，按老實講唔係怪多錢。返銷過來我們台灣這邊，然後導致我們這邊整個金香業的東西啊什麼的，跟着價格都要降下來。啊，降下來的話，大家都沒什麼利潤的話，有些金香業漸漸都不做了嘛。像很多屏東有些老店啊，一支香這一類的啊，他們也是後繼無人，他們就關起來了。啊，像我們屏東這邊老店也是漸漸的剩不多了，比較少這樣啦。製香業困境應該是越來越多年輕人，現在很多都是無神論的，他們也不太重視，這一塊。當然政府也是一直打壓我們，所以我覺得，當然也是跟環保有關係，因為現在大家都提倡環保，做香，然後也有很多進口香進來，就說這是有毒的。製香產業困難改多，除了進口衝擊燃物料經濟，政府沒鼓勵盡量莫燒香，按照原因，開製香業韓國雪上加霜，業績跌了6-7成。因為我們的原料高漲，因為天災的關係，各方面都像老山也都缺，都沒有進來國內，印尼檀香都沒了，他們原料已經用完了，沒有了情況下，它是漲1倍、2倍、3倍在漲，但是香沒有漲，香沒有漲的情況之下，沒有替代的東西下去的話，業者部分就會用香料、化學的香精去代替。我們堅持不用那個東西的話，就是我們成本一定會比他們高。講究720的民俗，見度到年頭端節，身上見阿公抱也到，就要準備身體、心情來拜。香就是人同生命溝通的橋梁，一層一層的葉緣，人的心意未從去到天庭空。不過香的品質，佢從唔受到民眾的重視。通常民眾說我買大包一點，好像比較具有誠意。我買越多，我一樣的價錢。比如我今天要買1000塊，我就買一大包，我誠意是滿滿。如果我如果花了1000塊，只買這麼一點點，別人是不是覺得說這麼小氣嘛，這麼一點點來這裡供奉而已？所以說現在大部分的民眾
他们买香的这个考量还是在于价钱跟它的那个数量。泰六做香，同我哋台湾本地做香，也面试都差幾多嘅。因為我哋放香，我放工作人員放香嗰時，喺泰六嗰啲放喺跌啦，我改通。啊，台灣嘅本身咧吼，伊即個慢慢嘅，我安尼貴嘅收貴菜嘅，那跌下來，叫做過唔去6年。泰六嗰啲品質吼，當然香結買來嘅，也要香哦，但係也唔係講一定泰六嘅台灣嘅。嗰所有相同理念嘅屏東志向業者團結強下，喺建置埔中小企業處輔導下，成立嘅屏東好香聯盟，先是愛要求自家堅持用天然原料，天促唔加添化學合成嘅香精，愛用傳統做香嘅方式，做出屏東好香，沒有搞消費者認識好香。那我們的製香原料，我們有把它做一個 SGS 的一個去做一個無毒的這一個檢驗。那我們也現在成立了一個聯盟。我們這個聯盟裡頭，等於說我們用好的香品，用好的原料，再加上屏東好的這個天氣，我們來做一個製作。如果說這一批原料有任何的不好，或者是有覺得這個有瑕疵，我們就沒有採購，我們就沒有買回來製香。好香聯盟成立的話，吼，我哋有盡量做一些國貨的香啊，進口的我哋都會囤人工，也給進口無拿安尼。啊，全部都盡量我哋自家都較做的香安尼。啊，可以喺物嘅香，我哋技術上可以嘅，我哋都可以做安尼。為到突破做香獨到嘅困難，沒有業者堅創新，用菜體裏片取得嘅天然香料來研發，開發出全新美式嘅香，來克服做香原料虛假嘅問題。目前國內在製造原料方面高漲。啊，我是想說，盡量以可以對人體不會傷害的，即使是食品的東西，也可以拿來開發做我們的香料。然後之後我們就想說，我們開發一種叫醒腦香，還有茶葉香，都可以吃的東西下去研究啊，就是不添加化學的香料啊，這樣子的話對人體會比較天然一點。現在我們金香業一些年輕一輩的都有加一些，會找一些新的素材下去加，然後創造出一些新的不同的氣味出來，蠻多。所以這幾年應該會看到蠻多新的東西出來。小醫業限自家研發機器，愛囤穩上去嘅香粉，驗到韓國質、韓國痕，限體香香，卡嚟一片片呢，安尼香驗到韓國酒。一般的立香，它會就直接將枝子點燒下來，啊，如果刻那個環狀的話，它就會像香環一樣，它這樣一直繞下來，啊，延長它的時間，這樣子會達到我們想要的那個時間，而且也比較環保。以前我們做的香就比較粗、比較長，才能夠點到12個小時，但是我們現在用比較短的尺寸，它比較細的，還有原料比較少，就可以讓它點到那個時間。用業者還發展出同傳統無香用途嘅香，開發無香精類嘅生活分香。我們現在有發展出沒有香角的香，甚至沒有那個，甚至圖樣是不一樣的哈的，來作為一個生活用香的一個呈現。李思健還成立香博物館，為消費者行業做香世界，來認識了解香嘅文化歷史同背景，還有延伸出位嘅好本民眾探馬究竟。主要用意是說，讓使用者可以回歸到說他可以了解到這一個它的原生的樣貌是長這樣子，然後再來我們就是做一個培育，就是希望說我們這個農民他能夠提升這個經濟效益，什麼東西種出來之後可以在我們這邊做生產，然後我們變成一個在地化，再加上60cc 的水，把它倒進來。香唔但像悠悠長長，參觀的民眾做得自家做，隨意做出自家想愛嘅造型。
做得像係愛心的建立，無像台灣的操行，會變他家的想象。这图腾我再压一下，好，就可以拿出来哈。唔但唱賣即時用香，還開發市場，開發出生態用香，還打破傳統嘅香料配方，潛出香嘅新意思。屏東自強業者唔嫌困難，用傳統嘅手藝做基礎，來享受屏東故鄉嘅產業生命同文化意涵。那以前共产党就很认同，不过就是说，刚要起步很困难，因为这要大家共同认同的问题，不是说你我三三两两说好，但可是这还是有三三两两去起步了，没有这些人去起步也爬不起来。